在佛历2570年三圣维赛节来临之际，居港佛教信众在居港法华禅寺举行供灯仪式。这项传统象征以佛陀教法照亮人生道路，同时也是迎接维赛节庆典的重要活动之一。数百名佛教信众于佛历2570年三圣维赛节前夕，在居港法华禅寺参加供灯祈福仪式。居港法华禅寺导师 Darwin Hidayat 表示，点燃明灯象征着希望佛教徒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持续获得佛法与佛陀教诲的指引和智慧光明。供灯仪式是维赛节庆典前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迎接维赛节到来的重要环节。在维赛节当天，佛教信众将从清晨开始参加一系列宗教活动，其中包括于上午7点30分举行的绕佛仪式。信众将环绕菩提树缓步而行，以表达对释迦牟尼佛的崇高敬意。与此同时，维赛节最重要的时刻——维赛节吉祥时刻，预计于下午3点左右举行。这一时刻是全球各地佛教徒共同纪念三圣维赛节的重要时刻。Tentu mengharapkan dengan tibanya Waisak, Trisuci Waisak ini, umat Buddha akan selalu diterangi oleh pelita Dharma Sang Buddha. Sehingga Dharma, ajaran Buddha, akan menjadi tuntunan hidup dalam perjalanan sehari-hari. Supaya kita tidak lari, tetap berjalan di dalam Dharma sesuai dengan ajaran Buddha. Darwin 也希望通过今年的维赛节庆典，广大佛教信众能够进一步坚定对三宝的信仰，并将佛陀的教导落实于日常生活之中。Muhammad Aidil, PAL TV。